我今仔日要小开这叫做 One Hour One Life， 是我会甲伊翻做1点钟的生命。有啥物我要小开这是因为伊是我少数看到有合作甚至甲演秀发展的一款线顶游戏。是安怎合作的？这游戏有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你入去的时阵，你会互洗出来，洗你的人是白结算的人，迄就是你的老母。伫这个游戏，即马敢查某会生囝尔，有一寡模组是讲查甫会当生囝。另外一点就是，这个游戏伊是一个开源的游戏，开源游戏代表讲，伊会甲伊的原始码、伊的编写码讲开放出来。毋过你游玩需要开20块美元去甲伊买啊，迄是维护伊的 server 伊的服务器的费用。伊嘛甲伊的作品的理念放伫伊的官方网站的下骹。就亲像讲，伊有讲到一点，就是人类的社会是爱有侪人合作传承，才有法度继续发展落去。也有一寡伊所在的来源。有一个重点嘛，就是这个游戏你伫内底敢有1点钟的生命尔，所以你会活到60岁，这是上济啊。What I'm doing makes no sense. I'm not contributing to anything. I'm living day to day, repeating things for a logic I just don't understand. At such points. 好，咱随来先看卖。我是查甫，我母号做 Ben， 我号做 Jim， 这是一个砖头。伊。我台湾来的。因为咱遮敢袂热无？Okay. Circuit degree here. 人家30度。辛苦。给阿某。给阿某是我爱你的意思。迄是18尔，这是我伫游戏内底甲人互动的时阵学到的。这个游戏即马去耍的人有欧洲、有美洲嘛，澳洲，我嘛捌拄着日本的、韩国的、中国的嘛有，毋过台湾的毋捌拄着。因为我有去学意大利语，所以讲我大概知影给阿某是啥物意思。意大利语是比阿某，像阮母伊就是 Denmark。伊是伫北欧的一个所在。我小概一个
即寡物件啥物意思吼？这是你的腰刀，伊若感觉连你就死，你画面就乌去啊，啥物就无。另外，这是温度，温度伤悬也是伤低，拢会互你的腰刀感觉足紧的。迄要注意，温度足重要的。这是沙漠，沙漠的温度会特别啊悬，除非你徛伫即款边缘的所在。其实伊较像担地啊，即款青草地才有物件通食，有果子树啊，野生的果子树啊。即款地是弄地，就是才有水库啊，水库啊有水才会当做事，才会当建材，才会当建材。阮有羊啊，阮啊，就是阮这个庄口有羊啊。这是下线表，你会当用 Tab 键去甲伊看，像安尼。你嘛会当用对位框去拍一个写线，像我拍 Stone、Non-Ramen 有关系找无？这个官方网站看较清楚啊，因为有一个下线表。我无要一项一项小解，这游戏所有物件功用啊，因为物件伤济，这个阮家己去算的，你就知影。我即马是囡仔，对，这另外一点就是你一岁会当讲一个字，所以恁拄则看到，我想要讲话，毋过我话讲无好势。你若加一岁，就是你加我1分钟，你就会当加拍一个字。我嘛毋知伊上侪讲拍偌济字，或者你若大人大种的，你就当话会当讲较济安尼。果子树，这有推车，一个蒙仔布，这是拍起的，这内底是炭。这番麦要甲摕出来，甲伊剥皮。我手，我麦仔摕着，麦仔煎起，麦仔籽。fuck！ 我枵死啊！袂使，咱搁试一届。我干，我哪会搁查甫？我有无好的预感，我讲阮老母要甲我放杀。好，阮老母甲我放杀，阮母甲我放杀。我紧，好咯，这是蛇，我要互伊咬，我袂活，袂活。袂话，我讲加叫，毋是我互伊加叫。你若互加叫，你叫会红红。演过未更新的时阵，你互加就随死，袂安尼红红，袂安尼红一片，身躯嘛。对，你会甲互人救。你若有迄款血清，迄足麻烦啊！迄要做血清足麻烦。你有血清甲刀啊，你就会讲做手术，你袂死安尼。好，咱搁互生出来一届。我搁查甫，看起来我母袂甲我饲。我毋知要创啥，我要死啊！遮有土仔空会当，就你掠土仔时阵土仔爱注意有即只细只土仔才会当掠。无，你若家掠诶，我有形诶，我互伊加一个，互恁看一下。
啊，互因家叫就安尼，医疗会讲，应该叫像即嘛会讲医啦。之前我搁互加几摆，我母嘛互加。哦，对啊，我若做老母的时，我拢会互阮囡仔咱的名，亲像水啊、肉啊、巧啊、古水啊、海翁啊。我会甲因解说，讲你要做水是啥物意思。我查某诶。You are Misky. I love you. 哦。哦，我母甲我抱，啊，我家己染。哦，这像我的孙啊。啊，对啊，你若无互生出来，你会变做 Eve， 你会讲互家己一个名，迄是恁家族的事。一般来讲，Eve 是出生伫无人的拍远的所在，就是若是出生伫城市内底，迄个城市通常人嘛无啊。伫即个游戏即马，查某伫40岁以后就袂生囝，所以讲愈开始一个查某足重要的。若无查某，恁家族就无可能阁延续下去。查甫愈开始是上无效的，虽讲伊较免去操烦囡仔的代志，免惊囡仔就蹦出来。不过愈开始查甫真正是较无效啦。哦，我母死啊！See you. 我袂死，我袂死，我 fuck！ 好，我搁死啊！咱搁试一摆。我搁是查某。I was here， 我叫遮记者，袂使，咱今日活落来。我是查某。You are dreaming。哦，这样人足济。我对这个作品有一个期待，就是